讲一嘴思念的茶，配一片故乡的话，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。欢迎收听《故乡生活大故事》。咱来参加万年节。菱角若在采，咱就知影秋天已经来。做迎的万年节，又搁会闹热起来。莲池潭这时长烧落，大人囡仔拢烧招。有人去踅潭边的大小景庙，有人伫庙内伫跋杯乞奇糕。来，咱来去茶站啉茶兼行棋。我食你的棋子，你嘛食我的棋子。迄棋子啊是棋糕，会当互人食入嘴。万年关是旧名，即马新名叫左营。左营有军营，来左营，大家来公炮声。炮的影，鼓的声，火狮开始游旧城。黄火狮买祝福，青火狮赐平安，红火狮来祈愿，愿家家户户拢美满。愿欢乐的气氛传甲规台湾。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大故事第54集，欣赏的是高雄的林凤珠老师所带来。咱来参加万年节。继续，咱邀请林老师为大家来讲解这首诗的背景甲含义。这首咱来参加万年节吼，是迄个阮高雄市左营因逐冬拢会办这个万年节，因为左营具体的名就是万年县，万年。即摆名叫做左营，较早叫做万年关吼。来是因为即个左营因逐冬拢会办即个万年节，咱一直头前办迄几冬，人愈办愈济。那主办单位因总来请我写一首现代台语诗，伫因办的即个活动内底吼，选一个日，和民众有一个互动，互逐个人知影讲，以后左营就是安那逐冬要办万年节。那么这个万年节因办伫秋天，那办伫秋天拄啊好是菱角伫咧采的时，因为左营有一个潭叫做莲池潭，那这个莲池潭较早因拢会种菱角。听讲，台湾上早的菱角，就是对左营这个莲池潭先种起来，因为较早郑成功的军队来伫遮，吼，那因的兵啊，就伫迄个潭内底吼，甲点寡菱角落，哈，对故乡啊点寡菱角吼，然后去食迄个菱角因故乡的味，所以是听安尼讲啦，是毋是安尼？这就爱去请教专家吼。所以这提供一个讯息，就是讲，这个菱角有可能是对左营遮这个莲池潭开始的。那伫这内底吼，这个用字吼，我这内底有讲到这个鸡糕吼，就是因用糕仔饼甲做鸡字啊。鸡字啊，要安怎写？吼，咱咧讲迄鸡字啊，迄个象棋、围棋拢好。鸡字啊，安怎写？啊，足简单，就是棋子，儿子的子。这个鸡字啊，这个棋子的子，一般咱念叫注，吼注。比如讲读
古典文学的时阵呢，啥物孔子啦、孟子啦、老子啦，子路子女，伊是念作子。毋过这字伫咱日常生活内底，时常念着子这个音，而且子这个音是上古老的，比子这个音搁较古老。啥物时阵念作子？日子、时过子，这拢是咱的日常生活的念音。那棋子台语就是念作棋子，毋过咱的音会小可偏差去，所以棋子就变做棋子啊。所以棋子啊的字就是子，棋子的子，这无遐困难。人讲台语的迄个足困难，无啦，就在身边而已。有人伫庙内底跋杯去祈告，跋杯这两字要安怎写？我所用的是用卜卦的卜，卜卦的卜，加贝壳的贝，这两字那咱的讲话音，那念起来就跋贝，跋贝，宝贝的贝。毋过咱的音念较轻的，伊就做跋杯。那为什么我会用这个贝壳的这个贝？是因为咱的跋杯咧用的迄杯伊的形，伊本底就是取贝壳的那个样子，伊的形，你甲看，伊跋杯迄杯啊，迄杯啦，你起来甲合作伙，其实伊就是一个贝壳的样子。所以讲起来讲跋杯，其实就是蒲贝。那这内底我有讲到这个团来做赢，大家来讲炮声，愿欢乐的气氛，团甲归台湾那团伊有两种的写法。毋过我用这字上介简单的拓开，咱台语念做摊开，万年关是旧名，即马新名叫左营。左营有军营，来左营，大家来讲炮声。万年节气氛感觉相当的欢乐。继续，咱邀请高雄的郑英雄、谢荣祥老师为咱来介绍万年节典故。郑成功赶荷兰，率东都入台湾。升天府在赤坎，北路是天灵关，南路是万年关。左营右昌是营盘田。那么左营右昌呢，过去拢是万年关内底的一个营盘田的所在。郑成功赶走荷兰人了后，伫遐设屯田的政策。那万年关呢，伊的辖区呢，其实是包括即马的高高坪甲一部分的台东。那万年关内底关城呢，伫清朝时代，尤其是即个康熙60年了后，水柜事件了后呢，离关伫遐起一个土城。那么土城呢？后来因为林松文事件呢被破了后呢，全这关地呢迁移到凤山，变作插竹围城，叫做新城。但是经过海贼甲其他的人的扰乱呢，尾凤山也注定讲爱个迁转来旧城这边来起。所以伫咧道光5年的时阵呢，1825年呢，旧城呢用鹿角石来起这个石头城，台湾的第一座石头城。虽然这个旧城呢做好了，但是凤山这个新城遐个人呢，并无甲这搬倒转去，所以这个旧城到尾变做一座空城。到日本时代，因为日本人呢开这个左营大路呢，所以呢拆了一部分的这个城的城壁甲城门。那么其实伫这个土地顶面呢，咱的伫个考古研究内底真重大发现。伫个5000几年前，就已经有史前的人类伫遮咧住，对大粪坑文化甲即个牛稠子文化，拢有伫即个所在发现。所以伫台湾来讲，即个旧城用的讲是集了史前的历史甲历史时期的历史呢，甲清代甲日本的地战拢有发现因的遗留物。所以来旧城的时阵你毋是干那去灵火塔看莲池潭，嘛毋是干那去爬旧山看半屏山。其实伫旧城内底
伫个上下5000年去怀想哦，即块土地到底是有偌济人住过？万年关是旧名，即马新名叫左营。左营有军营，来左营，大家来攻炮声。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，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，林宏祖老师写诗，赵英雄老师讲解自然文史。专门去电台制作，教师主持，非常感谢你的收听，咱后一次再搁继续空中再会。